不敢了，我哪儿也不想去了。谁要把我放出去，我就跟谁急。皇上。为何今日起得这么晚？最近实在有太多事情要我操劳了，太辛苦了，多睡了会儿。操劳？朕看你整日没什么正经事儿，不是帮人相亲，就是忙着组居喝酒。你别忘了，你肚子里还有个孩子呢。我呀，这不正给他树立一个乐于助人的好榜样吗？吃饭喝酒，是好榜样吗？放下吧。是。这些史书、兵书以及四书五经，一定要抽时间熟读。听太医说，这是对胎儿极好的早教。哎呀，我这种连人物小传都不会读的人，读什么史诗啊？你若不行，朕会从宣灵院派个太傅过来教你。皇上，我错了。真知道错了？真知道错了，大错特错。我应该好好的在宫中养胎，注意胎教。罢了，书就不用读了，退而求其次，不如你学学刺绣。啊？说不定怀的是个女儿呢。不，万一是个男孩呢？学刺绣，那岂不是让他在我肚子里的时候就变得娘里娘气的吗？朕的儿子绝不会像你说的那样。就请皇后为朕绣个荷包吧，也好修身养性。咱们就不能再商量商量？万一他真的是个儿子呢？啊5日后，朕来取你的荷包。我一大老爷们儿怎么会绣荷包啊？娘娘，哎，别跪了，别跪了，快来坐吧。哇，娘娘，这是什么呀？好臭啊！这个是我特地托人从马来运过来的榴莲，来，这个。不用了，谢谢娘娘。那我自己吃了啊。这次把你找过来啊，就是想跟你说，你跟杨岩的事儿就算成了。不过这婚姻大事，除了求个两情相悦以外，还关系到很多其他问题。灵儿能找到如意郎君，都是托了姐姐的福。姐姐有何事吩咐，尽管开口便是。你呢，嫁到杨家以后，要跟杨岩好好相处。你跟杨岩越好，我跟家里就更好，懂了吗？姐姐你大可放心，灵儿明白。我与杨岩的结合，便是张家和杨家的联合。灵儿又是张家的女儿，理应处处为张家排忧解难。灵儿也会与杨家上下和睦相处。更何况，杨岩又是我喜欢的男子。哎呀妈呀！我在这儿待了这么久，第一次看到你这种又漂亮又聪明的妞啊！哎呀，我现在已经是小鹿乱撞，怦然心动了。谢娘娘夸奖。哎，灵儿啊，来，这个榴莲。不用了，谢谢娘娘。嫌小？不是，大的给你。来，谢谢娘娘，我还不给呢，我现在就给你吃。来，吃一口。哎呦，吃一口，你就吃一口。谢谢娘娘，你吃了肯定爱吃。吃了。可惜你跟杨岩情投意合，却不能先谈个恋爱什么的。原本我和他是不该见面的，可是他竟然会飞檐走壁，硬是从我的房檐上飞下来了。
我险些还以为是家里遭了贼，吓了我一跳。哎，他飞檐走壁这一点啊，我也是深受其害。以后我见着他，让他稍微注意点。哎，姐姐，千万别让他改了这一点。 Why？ 啊？这一点才是他最可爱之处啊！在樱花树旁，一个身着黑色披风的男子，哪里有邪恶，哪里就有他的身影。这真是风一样的男子啊！哎呦！原来这里的女子也喜欢蝙蝠侠呀！姐姐，蝙蝠侠是何物啊？哎呀，这个蝙蝠侠呀，蝙蝠侠就是蝙蝠侠。哦，灵儿啊，你跟他的事呢，还有最后一道关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会努力的。谢姐姐。走，第一次见他下来吓一跳吧？是啊。今天你要嫁给我，皇上。你看这花瓶中，哪一朵花最漂亮？哎，这朵。这是干什么？花束讲究的是整体美，一枝独秀的花太抢眼，反而就不好看了。你小子是在嫌我强出头啊？哼，还好啊，我是做足了功课。怎么，找朕有事？的确有事，想求皇上成全。说吧。我家堂妹啊，与杨将军的小儿子杨延两情相悦，难舍难分。你说这百年难遇的纯真感情，实在是难得，所以还请皇上赐婚，成全了他们。相信皇上最明白爱一个人的滋味吧。朕懂。不好受吧？这个无需你操心。真是不好受啊！如今这两个小朋友算是坠入了爱河，正所谓落花有情，流水有意，千万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一江春水向东流啊！朕许了。这就许了？明日一早，朕就宣旨，君无戏言。那我先替杨岩那小子跟张玲玲谢皇上了。朕只是希望，你临产前的日子，不要再东跑西跑的，待在兴圣宫，好好养胎。你这是禁足的节奏啊！人的生命可以归结为一种简单的选择，要么亡一生，要么赶着去死。
张庞庞，你干什么？皇上没什么，你不是要把我禁足吗？我再也不敢了，我哪儿也不想去了。谁要把我放出去，我就跟谁急。皇上。我怎么在这儿？我刚刚干什么了？宝贝儿，你过来帮我绣吧。娘娘，荷包这种东西本是男女之间的信物，奴婢是万万不敢帮您绣的。好宝贝儿，我保证不让任何人知道。娘娘，人家还没给男人绣过荷包呢，人家要把第一次绣的荷包留给将来的那个他。啊，行了行了行了，求人不如求己。绣好了。绣好了。你绣的荷包还挺有特点的。那你品味还挺独特的。收拾收拾，朕想带你去一个地方。哦。从这里望去，圣都城尽收眼底。你感觉如何？好是好，就是有点太冷了。这样感觉好些了吗？这样感觉有点过了。朕今天想和你说说江氏的事情。没事说他做什么？你说你已经不是从前的张鹏鹏了，朕怕以前的事情你已记不得了。那时我陪成祖去张家游园，觉得江氏更平易近人，更需要人关爱照顾，便总是与他多说两句。你见了便记恨上他，时不时就去找他麻烦。可越是这样，我便越是护着江氏，与江氏越走越近。哎呀，撒娇的女人啊，最好命。
你变了性情，我虽不能理解你说的现代，但我还是把你当成我的妻子，只是换了个性情罢了。可现在的你，让我不得不重新看待我们的感情。哎，你别想多了，你即便是不重新看待也没问题的。许多事情变了，又怎么能不重新对待呢？我渐渐发现，我对江氏一直以来都是怜惜。因为江北那件事情，赵王对江氏整日闹脾气，江氏积郁成疾，所以我才会将她接入宫中，也算是救下一条性命。你可理解我？那你到底是喜欢江氏呢，还是喜欢江氏呢？鹏鹏，你是真听不懂，还是在装糊涂？我说皇上啊，我熬了5个通宵没睡觉给你绣荷包啊，我现在唯一的感觉就是困，我没有什么精力说一些你不爱听的话了。我想听，你但说无妨。好吧，你说的这些我都太明白了，你无非就是想跟我解释，不管你是见异思迁，重新对我产生了兴趣，还是迫于形势所迫舍弃了江氏，你都是迫于无奈。鹏鹏，你这样想，唉，怪只怪你从来没有在一个对的时间爱上过一个对的人。鹏鹏，你恨我，是吗？恨过。自从上次在江北大营你设计杀害我之后，我就恨上了你，对你恨之入骨，恨不得将你碎尸万段。但是现在我不了。其实我早已察觉，你知道了江北那件事是我出事的，但你又是如何看开的呢？对一个人还有希望，就会有恨，而我对你的恨，早已消失殆尽了。鹏鹏，你是我从未见过的女子。我们打个赌，你敢吗？哎呀，赌就赌，赌什么？赌我能护你一世周全。若我赢了，你便要对我一心一意，陪我共赏这万里江山。注视太久，总会迷惑，看不到，却又好似丢失了魂魄，模糊我定下的。我不赌，男人的誓言是最没用的。清晰的是你轮廓，时光微笑我回去吧。的被你剥落，靠近你的体温，我心跳都活泼。我的肚子呢？我的肚子，我的肚子呢？我的肚子，肚子，我的肚子，我的肚子呢？我的肚子，我的肚子呢？我的肚子，我的肚子，还我肚子！还我肚子，还我肚子，还我肚子，还我肚子！啊！
娘娘，你怎么满头大汗啊？我刚才梦见我肚子没了，虽然平时我一直没把这孩子当回事，但是梦里发现我肚子没有的时候，感觉就像被人拿去的左右手一样，痛苦极了。没想到时间久了，这肚子里的孩子早就成了我的一部分了。您放心，孩子一定会平安健康的生下来的。宝贝儿，我心里有些害怕，我肚子里这个孩子将来很可能是要做皇帝的。他是九王，也是要做皇帝的。这个问题都是因为我一直在逃避怀孕这件事情，从来没有想起过。没想到我居然也有今天。正所谓骨肉之气，血浓于水。无论如何，我都要保护好我自己的孩子。过几天，我就冒险去求求九王。皇后娘娘，九王，难怪以前我们会在这声色犬马的春江花月夜相遇，原来这里是你们碰头的根据地啊！女神姐姐，你有所不知啊，圣都城内上下都是皇上的眼线，唯独这里是他想不到的。他那人呐，不好女色，是不会来这儿的。娘娘大可放心，这家店面已经被我们盘下来了，青楼不过是个幌子罢了。皇后娘娘，臣感激娘娘不嫌扬言顽劣，让这不孝子能攀上张家如此之好的姻缘。不用客气，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。这次我把大家聚在一起，是要商量云溪的要事。现在军中三足鼎立，我张家最大，剩下的便是杨将军和齐胜的心腹贺家了。从即日起，杨家和张家也算是一家了。我瞧着皇上最近去议事厅的频率，恐怕要对云溪下手了。现在我们张杨两家联姻，皇上无论动哪一家，都要好好的想想了。臣还是料不定，这皇上究竟会派哪一方的兵啊？齐胜最会派的，就是我张家的兵。因为张家的兵带兵南下，便可大大削弱张家的兵权。而杨将军与九王的关系，齐胜应该一清二楚。为避免九王在云溪界战乱起义，恐怕是不会派杨将军去云溪的。娘娘果然雄才伟略，与寻常女子不同，令老臣佩服啊！现在我们就等齐胜先有动静，看他有何意图，再借机生变。哎，你们可收准了啊！你们计划变不变我不管，我那媳妇儿可不能给我换了。你，好巧啊，老地方又见面了。有事？九王，我有一事相求。你这是作何呀？本来你我二人结盟是为了自保，现在多出一个孩子来，恐怕咱们心里都不踏实吧。为何说出这等话？我肚子里的孩子一天天长大，我对他有了感情，不得不为了他感到担心。本来齐胜一死，你一定是皇位的不二人选，这也是你一直以来的志向。但是现在看来，他会成为你的眼中钉，肉中刺吧。娘娘竟出此言，怕还是不了解我对你的心意。为了腹中的胎儿，我冒不起一丁点的风险。如何才会让你放宽心？放弃皇位。
我知道我的要求是过分了些，但是为了孩子，我管不了那么多了。不管我是当爹还是当妈，我都要为他负责任。他如果死了，我也不想活了。我应了你。此话当真？我做此牺牲，只希望你永不负我。后宫中，只有皇上敢上皇后的床。可他什么时候跟杨言学会凌波微步了？皇上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快要临产了，我还是放心不下。虽说你曾把我的东西都搬了出去，可我人是活的，还不是想来就来。皇上，你是不是病了？要不要找太医给你瞧瞧？我只是想来看看你。你放心，我会把你的孩子生下来的。我要的是母子平安。快把太医叫来！张太医，张太医，张太医啊，您这边请。哎，来了。刚才娘娘不小心绊了一下，您快看看有没有事。哎呦，微臣给娘娘请安。我今天不打你，快点。娘娘的孩子安好，估计这2年就要生了。娘娘再让微臣给您看看吧。啊！看他们什么看？信不信我拍死你？别！娘娘别！微臣告退，微臣告退。告退。哎呦！丽丽，我还有件事情依然放心不下。你去准备一些猪跑，帮我打点一下侍卫。今晚我要出宫一趟。鹏鹏，快请坐。这么晚，
为何？到底发生什么了？不知久亡，还记得你给鹏鹏的承诺？鹏鹏是为了此事。这个孩子马上就要出生了，现在我是坐立不安，夜不能寐，生怕他有什么闪失。鹏鹏大可放心，对于本王许下的承诺，历历在目，字字在心。我不想像现在这样婆婆妈妈的，可是。到底我要怎样做你才放心？我不知道。九王，今日便可赐死我，如此你便可以放心了吧？我信了你，鹏鹏，这次你当真信我？你为了我，连命都可以不要，更何况是皇位。本王永远和你是一条心的，只愿你永不负我。我不是一个不重情义的人，我知道我欠了你太多太多的恩情，这一次更是没有办法还清。你我之间还谈什么恩情？我对你的心意，你难道还不了解吗？我了解，但是我没有什么是能给你承诺的。我不需要你为我承诺什么，只要记住我为你做的一切。记住，我便心满意足了。皇上，皇上，要生了，你们怎么还在外面？罪臣该死，罪臣怕惹娘娘烦，就出来了。朕进去看看。哎，皇上还是不要进去为好，人多了不利于生产啊。他进去多久了？约2个时辰了。朕问你，朕听人说，生孩子比身上挨刀伤痛10倍，此话当真？微臣认为是20倍。太他妈疼了，还要几百回啊！娘娘，使劲儿啊！娘娘，得等你用力，娘娘。有什么办法可以解脱？皇上恕罪，罪臣确实无计可施。从古至今，千万人都要经过这生产的阵痛才能生子啊！大胆！朕的皇后岂能和寻常孕妇相提并论？朕命你速速想出办法，解除皇后的疼痛。微臣遵旨，微臣遵旨。使劲儿啊！你使劲娘娘，哎呀，不够了，娘娘，大血了！娘娘，使劲儿，娘娘，来，我们一起把它拔出来，使劲！1、2、3，哎呦！你们倒是想办法呀！
受苦了。你生产的前一刻，屋子里没声了，令朕着实担心。都喊得没力气了，哪儿还喊得出声啊？生了皇子，你爱吃的那些孙，也算没白吃。生男生女，对我来说都一样，只要健康就好。你见孩子了吗？眉眼很像你。那我就放心了。要是眉眼像你，生出来还得带他去韩国整容。你这些胡言乱语，可千万别交给孩子。娘娘，自打您生了小皇子以后呀，就变得越来越有女人味儿了。今日是小皇子的百日宴，您一定能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。你行了啊，少跟我提什么女人味儿。我不过就是生了个孩子，我的心啊，还是个纯爷们儿。娘娘，您和皇上真是越来越恩爱了呢。前一阵子刚送了一个荷包，今日又要送一个。这个荷包不是送皇上的，这是送九王的。啊！你为何要给九王殿下送荷包啊？宝贝儿，一个人想过上安稳的生活，总想着靠别人是万万行不通的。关键还是要靠自己运筹帷幄，才能掌控大局。所以，九王这条路是万万不能断的。可是娘娘，您不是已经生下小皇子了吗？在后宫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呀，为何还要联合九王殿下呀？君子之道在于制衡，单靠我们张家的势力，在朝中是什么事情都做不了的。而加上九王和他背后的力量，我们就有了拼的资本。齐胜再想对我们做什么，就得好好想想了。娘娘，绿丽明白了。皇上吉祥，皇上吉祥。皇上，奴婢给您倒杯茶吧。哎呀，不必了，朕不喝。是。站住！交出来！交出来！下去吧。今日是小皇子的百天宴，朕特来接你一同前往。不知道皇上给孩子准备了什么礼物？无价之宝。无价之宝。朕思前想后，觉得这个字甚好。啊？这是名字？这个是念景吗？都是做母亲的人了，为什么还是一点长进都没有？这个字念浩，齐浩，
以后，小皇子就叫齐昊。哦，起名这么大的事儿，你一个人就决定了啊？你去问问，谁认识这个字儿？只有你不认识罢了。你这样，是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。皇上啊，依旧一副冰山脸，人家那么美，他都不看呢。你这一脸烂包，皇上怎么可能会看呢？我们还是做一个嗑瓜子儿的安安静静的美女子。老二，你可不能再像那断了线的风筝似的，一天到晚四处瞎混。告诉哀家，你那根断了的弦何时才能连上啊？断了的弦该怎么连？我的情伤还未痊愈，不敢再谈情说爱了。皇祖母，希望您能谅解。你说你好好个孩子，怎么就为那么个狐妹子？老九，你年纪也不小了，到现在还不娶妻。哀家问你，可有看上的姑娘？回皇祖母的话，孙儿并无意中人。唉，哀家这辈子啊，阅人无数。刚才问你的时候，你脸都红了，怎么可能没有？告诉皇祖母，是哪家的姑娘，哀家替你做主。皇祖母，孙儿确实没有意中人，等有了，一定会让皇祖母先知晓。鹏鹏，来，到哀家这边来，哀家有话要问你。皇祖母，什么事儿？你说姓杨的这个臭小子，都已经结婚了，他怎么还不放过我的乖孙子？你该不会是怀疑他们俩搞 gay 吧？什么是 gay 啊？段秀琴，我看像。哎，我跟您说吧，他们两个真的是特别好、特别好的朋友，直的都不能再直了。我偷偷告诉你吧，那些天我还在青楼碰到他们了呢。哎，那哀家就放心了。哎，鹏鹏，你为什么去青楼啊？皇祖母肚子疼。哎呀，我们去给皇上敬酒。皇上，我们来敬您酒了。皇上请喝。哎，皇上，九哥，尝尝我的你干嘛去啊？嘛，来嘛。哟，九王，老地方，又见面了。是啊，好巧啊，这茅厕简直就是我们的福地呀。鹏鹏，这是我送给小皇子的礼物，我希望亲自交到你手上。太精致了，九王，破费了。这虽然是我送给小皇子的，但这却代表了我对你的心意。这个送你。我知道，你怕我有了孩子以后心态就变了。我只想让你知道，我不是一个心猿意马、朝三暮四的人。在江北时，是谁落井下石，对我痛下毒手？又是谁挺身而出，带我逃出升天？这件事情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。
鹏鹏，我确实有过不放心，但是现在看来，是我心胸狭窄了。所以我把这个荷包送给你，代表我的心意，希望你能明白。娘娘，你怎么出去了就不回来了呀？皇上找了。咱们现在就回去。哎呀，历史真是惊人的相似。上一次，咱俩就是在这儿打的他。娘娘，您这次是不是还要打他？您放心，奴婢绝对不会坏您的好事儿。哎，咱们这次不打赵王了。不打赵王了？那我们打谁啊？你个小丫头片子，年纪轻轻，整天想着打人。咱们这次啊，谁也不打了。娘娘，娘娘，这次可别打我了。不打了，不打了。当真？那么今天我们只动口，不动手。我还有好多话想跟你说呢。坐。怎么了？这是又想僵尸了？今天皇祖母还提起你续弦的事儿呢。续弦续什么弦呀？我已经看破红尘了。不就是一个僵尸吗？啊，看把你给整的！再说了，你不是说你已经看破红尘了吗？为什么还拿这个酒瓶子灌自己啊？我没有拿酒瓶子灌自己，这只是一个摆设而已。我是觉得可惜呀。可惜什么？可惜呀，太可惜了！我那么英俊潇洒、高大威猛，又那么帅气的男人，居然看破了红尘，你让那些一般人怎么办呢？哎呦，怎么活呀？你还真是传说中的自恋狂魔呀！这正是我多年来的心头苦啊！兄弟啊，你的苦我都懂。你现在是属于失恋的中期，嘴里不说，心里难受。咱们今天就把这些不痛快的事情都清清楚楚的说明白了，不就是一个臭娘们吗？臭娘们，你这句臭娘们骂得太解恨了，你真是我的知心好姐姐呀！知心大哥，知心大哥。九哥，这么丑的荷包哪儿捡的？这是你口口声声称作女神的人亲手做的。哦，丑是丑了点儿，但丑的有特点，有风格，简直独一无二，仅此一家。九弟，你该同朕喝上一杯。皇上恕罪，今日是小皇子的筵席，理应向皇上请一杯酒，实在是小弟的不周到了。九弟，是三哥对你不周。皇上何出此言？三哥一直忙于朝政，把九弟的婚事都抛在脑后。听闻有几个藩邦公主，不仅貌美如花，而且琴棋书画样样精通。朕找机会介绍给九弟如何？回皇上，婚姻之事确是大事，还请皇上容九弟思索几日。朕是开玩笑的，
皇兄，九弟先干为敬。怎么我去了一趟厕所，这里就充满了一股火药味儿？这是战争一触即发呀！绿丽，你看出什么情况来了？绿丽，绿丽还在凉亭里睡觉呢。娘娘，什么情况？奴婢，赵王，奴婢，怎么了？奴婢把赵王给打了。尼玛，赵王再没权没势，好歹也是个王爷啊！他是齐胜的哥哥，皇祖母的亲孙儿。哎呦，奴婢在亭子里醒来的时候，突然看到眼前站着一个男人，吓了一跳，就……宝贝儿啊，以后咱打人不打脸啊，打屁屁好不好？娘娘，男女授受不亲。这回别人问起来可怎么说呀？哎呦，不过赵王呢？出去这么长时间，怎么还不回来？啊，也许是喝多了，在哪儿睡着了吧？李公公，去看看，别在外面睡着了。要是真睡着了，就把他扶回府里，别染了风寒。是。来来来来，哎，轻点啊！哎，皇上驾到！皇上，Oh my god！ 你今天喝了多少酒啊？这么晚了，你来我这儿，该不会是要看浩儿翻身的吧？朕是来找你的。这样的荷包，你到底做了多少个？天哪！他不会是发现我送给九王的荷包了吧？这样的荷包，我一共做了2个，一个给了你，另外一个，另一个是谁？也姓钱。是浩儿。不然你以为是谁啊？荷包这种东西，怎么能随便送人呢？皇上，后宫的娘娘们
看到了我给浩儿绣的荷包，都可喜欢了，这都成了宫中的爆款了。朕问你，今晚你为何那么晚才回延禧？你在外面遇见谁了？皇上，赵王是奴婢打的，奴婢以为赵王要轻薄奴婢，所以才跟娘娘没有关系。你还见了赵王？我和赵王是偶遇的，赵王太可怜了，我就安慰了几句，还不是因为姜氏的事。强公公，快让我见娘娘！娘娘，皇上派了奴才和另外2个人来，要杖杀绿篱。我就觉得今天这事儿没完，一直提心吊胆的。皇上回到大明宫，就把茶碗瓷瓶全都摔了，像是还不解气，就突然要下令杖杀绿篱。娘娘，你千万要救救绿篱，奴才没有能耐，除了报个信儿，什么也做不了。要是绿篱没了，奴才也活不了了。别慌，都别慌，让我好好想想。娘娘，这本就是奴婢惹的祸，奴婢自该去领罪。娘娘再也不可为奴婢和皇上起争执。只是以后没有奴婢在您身边，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，不再倔强，不再自苦，不再……停！强公公，如果我能保住绿篱，你可否愿意帮我？娘娘，您说，一会儿你一定要好茶好水的招待好那2个人，把他们死死的扣在我宫中。如果问起来，就说我还在睡觉，一切都要等我睡醒之后再说。娘娘放心，这点抹杀人的本事，奴才还是有的。绿篱，赶紧收拾东西，跟我出宫。娘娘，你不是要带着我私奔吧？你想得美！赶紧跟我走，这事儿不光是为了你，也为了我自己。皇后娘娘，赶快去把赵王给我叫出来。皇后娘娘，赵王现在不能见你。让开！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，你现在不能进去。让开！你不能进去。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，赵王，参见皇后娘娘。别跪了，赶紧去把你家主子叫出来见我。赵王殿下昨夜里宿醉头疼，身子还未缓过来，实在是无法见人呐。少跟我来这套！什么宿醉头疼，就是不想出来见我。赵王，赵王，你要不出来，老子把你这里拆了！赵王，让开！皇后娘娘，你不能进！让开！你不能进！别跟我家娘娘！你不能进！皇后娘娘，你不能进！别跟我家娘娘！别跟我家娘娘！我自己来。你，好啊，让老子挨个房子找你！哎呦，娘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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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您不能去呀！赵王啊，赵王，怎么还不出来？太不把我放在眼里了！你织个面纱干嘛呀？怎么才来？还不是你的好侍女绿篱祖宗的杰作，我算是毁了相了，你还偏偏这个时候逼我出来见人。脸上挂个彩而已嘛，哪个纯爷们脸上身上没道疤呀？这叫有男人味儿。我很有男人味儿，并且我还是个纯爷们儿，不需要靠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来伪装自己。你纯爷们儿，纯爷们儿为什么还会做出那种蝇营狗苟、卑鄙虚伪的事儿啊？我做什么了？我做什么了？我做什么了？说吧，
这事儿怎么办？这事儿，嗨，没事儿，我是纯爷们儿，不跟女人斤斤计较，我这点小伤过些时日就好了。皇后娘娘不必担心。我担心个毛啊！我是问你，你坏了我侍女清白这事儿，该怎么办？我，坏了她的清白。晚上的时候，不是你在凉亭里坏了她的清白吗？不然你脸上的那些伤是怎么来的？我脸上的疤是我自己挠的，行了吧？我认栽。娘娘，这事不愿昭王殿下。他喝多了，做了什么，恐怕自己都不知道了吧？千错万错都是奴婢的错，是奴婢没有拼死抗争，才出了这样一个结果。这丫头的清白算是让你给毁了。皇上今天就派人来我宫里了，说是要杖杀了他。娘，咱平时关系也不错。到底怎么回事？您想让我怎么着？您直接跟我说。娶了他。娶了他？娘娘，您要是让我去帮着求情，我二话不说，我现在立马就去。可是您让我娶了绿篱，这恐怕这情你是请不下来的。你丫是个二婚，你前妻是个绿茶婊，你能找着绿篱这样的好姑娘，不算亏了。反正今天您算是讹上我了，娘娘，您这实在是为难臣呐。这事儿呢，就算你帮我个忙，我承你个情，日后咱俩指不上谁能求上谁呢。若你要视而不见，绿篱死了，我给他拉个垫背的。那您这是在威胁我的性命了？你是个王爷，我能拿你怎么办呢？哎，不过这幽兰殿里好像还住着这么一位啊。你说我要对他做点什么，也不是什么难事儿。嗨，娘娘，这个我恨他恨得入骨，我为什么要为了他的生死而为难自己呢？既然如此，那咱们也没什么可废话的了。告辞。走。哎，我答应你。太皇太后驾到！你们怎么还不跪下？快，跪下！快！你们这是干什么呀？大半夜的都不睡觉，赶紧都起来吧。这是谁呀？打扮得如此怪异。啊，绿王。绿王。啊，赵王有事儿找您。老二啊，这面纱怎么能是你戴的？你说你堂堂一个7尺男儿，整天打扮得娘里娘气，就算是你有特殊癖好，你也不能自甘堕落，破罐子破摔啊！回皇祖母的话，孙儿由于积郁成疾，内分泌失调，脸上起了疹子。老二，你何时才能不再为姜氏的事情伤怀呀？回皇祖母的话，孙儿的情伤并非因为姜氏，而是另有其人。谁呀？哪家的姑娘啊？她的名字就叫做绿篱。啊，皇祖母恕罪，都怪鹏鹏没有看管好自己的侍女。此事都是臣的过错，怎么能怪皇后娘娘呢？哪里，是
希望皇祖母成全。何错之有？哀家高兴还来不及呢。哀家正在为老二的事情伤怀，老二自己就把问题解决了。哎呀，绿篱，平身，抬起头来。哎，这丫头不错啊，绿篱姓绿，又爱穿绿衣服，老二爱戴绿帽子，他们俩是绝配啊！是啊，他们俩都绿到一块儿去了。皇后娘娘，老二身边也缺个提己的人，要不你就把这丫头赏了他。既然皇祖母都已经开了金口，赵王又喜欢这小丫头，我就答应了。好，哀家明天就宣旨，把绿篱纳给赵王为妻。绿篱这身份是不是也低了点儿？从明天起，就是如人之位吧。谢太皇太后恩典。起来吧，起来。皇祖母，绿篱呢是侍女出身，所以我恳请皇祖母能不能把绿篱放在我身边多待几天，再学习学习。老二不急，哀家是无所谓。老二，你怎么看？皇祖母，不急，不急。娘娘，你可算回来了。绿篱算是保住了。奴才就知道娘娘足智多谋，是用了什么法子？强公公，我对不起你，我让皇祖母把绿篱赐给赵王了。那不是一下我插在了，哎呀，为偏偏是赵王。要不是娘娘放下脸面想出这个法子，我现在只有死路一条了。我当然是希望你活着，只是你出去一趟再回来，就成了赵王的人，我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。我先去茅厕哭会儿。强公公，办完正事再哭。是。你去告诉皇上派来的那2个人，就说绿篱已经被太皇太后赐给了赵王，要杀要剐，管他老人家要去。是，娘娘。好好的绿篱，怎么就上了赵王的贼船了呢？你喜欢小苹果吗？你说天上的星星，哪一颗是你，哪一颗是我呀？赐了婚。皇上，昨天晚上实在太晚了，没来得及禀报皇上，皇上恕罪。他的手段可真是够高明的。皇上，不管怎么说，皇后娘娘的贴身侍女没有受到处罚，皇后娘娘一定会感激您的。难道他真以为朕要杀人？皇上，你当时下旨的时候是这么说的。朕只是想让他来跟朕服个软，他竟然不惜一切代价去求这个求那个，就是不肯来跟朕认个错。最让朕心寒的，莫过于他竟然不懂朕的心。绿篱赐婚，你哭什么？想他没哭，想他昨夜偶感风寒，难受。
上，您出来看到这些花花草草的，心情是否好些了？不好，现在连个懂朕的人都没有，朕如何会好？走，去幽兰殿。是。妾身给陛下请安。免礼吧。妾身与陛下真是许久未见了。妾身看陛下气色郁结，不如妾身为皇上泡一杯茶，帮您通经活血吧。不必了，朕只是路过此地，歇歇脚便走。最近陛下可是因为政务而劳顿，妾身看陛下精神确实欠佳。陛下为了政务，恐怕只会劳顿疲惫而已。现如今，陛下脸上却写着烦躁不安，恐怕是为了一个情字吧。你以为你有多了解朕？不要自作聪明。妾身如果说错了什么，还请陛下不要怪罪。妾身不过仗着与陛下10几年的相识，妄自揣测陛下的心意，想要帮陛下排忧解难罢了。那你倒说说，朕所烦心的是什么？人为了情，无非就是2种：爱别离和求不得。我猜陛下是求不得。人啊，总想着那个不想自己的人，没想到，到最后最懂我的人还是你。他若能像你一样善解人意就好了。妾身从前做了许多错事，现在已经幡然悔悟，别无他求了，只希望能陪在陛下左右，帮您解忧。偶尔的你，倒是能为朕排忧解难，这倒是好的。只不过以你现在的身份，恐怕……妾身甘愿降为婢女，侍奉在陛下左右，以后陛下再遇到这种烦心事，也好有个说话的人。好，既然你说了，朕便答应你。谢陛下。